作為喺大灣區生活嘅博主，時常都有港澳同胞同海外華僑詢問，到底應該選邊個城市養老？今日就帶大家深度測評最適合港澳同胞同海外華僑養老嘅廣東大灣區9個城市。睇完呢條視頻，你可能就會馬上想計劃退休移居大灣區。1. 綜合推薦等級，最優選廣州、珠海，次優選中山、佛山、惠州，特色選項江門、肇慶，都會型選項深圳、東莞。29城市詳細分析。1. 廣州醫療與文化首選，核心優勢頂級醫療，華南最強醫療資源，擁有中山一院、省人民醫院等15+3甲醫院，老年病科全國領先。文化底蘊，粵文化中心、粵劇、茶樓、西關文化讓港澳僑胞倍感親切。交通樞紐，地鐵里程全國第3，白雲機場國際航班密集，方便海外親屬探訪。生活成本，房價中心區4到6萬每平米，外圍區域2到3萬每平米。生活物價中等，傳統市場物美價廉。適宜人群，重視醫療保障，偏好文化底蘊同城市便利嘅長者。2. 珠海宜居環境與港澳融合典範，核心優勢生態環境，全國宜居城市排名常年前列，空氣優良率超90%，海岸線資源豐富，港澳聯動，港珠澳大橋直通，橫琴、澳門新街坊提供港澳標準服務。養老配套多家國際康養社區，長者服務體系完善。生活成本，房價香洲區3到4萬每平米，西區1.5到2.5萬每平米。水電費用低，海鮮價格實惠，適宜人群追求濱海生活，需頻繁往來港澳嘅僑胞。3. 深圳現代化高端養老，核心優勢醫療科技，港大深圳醫院、北大深圳醫院等具國際化服務，智慧養老試點領先。城市設施，無障礙設施完善，公園綠道密度全國第一。創新氛圍，科技應用廣泛，適合追求現代生活嘅長者。劣勢，房價高昂，均價6到8萬每平米，生活節奏快，文化底蘊相對薄弱，適宜人群，經濟實力強，追求頂尖醫療科技嘅僑胞。4. 佛山傳統與現代平衡，核心優勢醫療資源多家3甲醫院，廣佛同承享廣州醫療資源。文化底蘊，嶺南文化發源地，粵劇、武術、美食文化豐富。生活便利，地鐵廣佛線無縫連接廣州。生活成本，房價1.5到3萬每平米，順德區消費水平合理。適宜人群，注重文化認同，需兼顧城市資源與生活成本嘅長者。5. 惠州生態養老與溫泉療養，核心優勢自然資源，羅浮山、西湖、漢寮灣環境優美，溫泉資源豐富。低密度居住，城區人口密度低，社區安靜。成本優勢，房價大灣區最低之一。劣勢，醫療資源僅能滿足基礎需求，公共交通唔夠發達。適宜人群偏好自然風光，預算有限嘅長者。6. 東莞製造業城市嘅轉型宜居，核心優勢區位優勢，地處廣州、深圳之間，1小時生活圈，成本適中，房價2到3萬每平米，低於廣州、深圳。綠化良好，森林覆蓋率達37.4%，城市公園眾多。劣勢醫療資源相對薄弱，城市規劃較為分散，適宜人群追求性價比，需要往來廣州、深圳嘅長者。7. 中山低成本慢生活，核心優勢宜居節奏，城市綠化率高，生活步調緩慢。僑鄉根基，著名僑鄉，文化接納度高。成本優勢，房價1到2萬每平米，養老性價比高。劣勢，國際化資源較少，城市更新較慢。適宜人群，預算有限，
偏好安靜小城生活嘅長者。8、江門僑鄉文化同田園風光。核心優勢：世界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文化價值獨特，僑鄉文化中國僑都，海外僑胞超過400萬。政策支持華僑華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生活成本：房價唔夠1萬每平米，生活成本極低。劣勢：醫療資源薄弱，經濟發展相對滯後，適宜人群重視宗族文化，偏好田園生活嘅老僑。9、肇慶山水養生首選。核心優勢：生態環境鼎湖山、七星岩風景絕佳，空氣品質大灣區最優，成本最低，房價僅0.6到1萬每平米。養生資源中醫藥文化深厚，適合康養旅遊。劣勢：醫療資源最薄弱，距離核心城市較遠，適宜人群最重視自然環境、預算有限嘅健康長者。3、9個城市綜合比較表。城市：廣州、珠海、深圳、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醫療水平、生活成本、自然環境、港澳關聯度、文化親近度。綜合推薦。4、專屬港澳同埋華僑嘅實用建議。1、醫療保障銜接，跨境醫療，珠海橫琴、深圳前海設有港澳醫療機構分支。保險互通，大灣區專屬跨境醫療保險產品可覆蓋港澳醫院。藥品攜帶，允許合理自用港澳註冊藥品攜帶入境。2、住房選擇策略，政策優惠，港澳居民憑居住證購房，限購政策相對寬鬆。養老社區，重點考察珠海橫琴、廣州黃埔、佛山順德嘅專業養老社區。租賃選擇，深圳、珠海提供長者公寓租賃服務。3、社會融入支持，社團組織、各地僑聯、同鄉會提供交流平台。文化活動，粵曲社、茶藝班、太極拳等適合長者嘅社群活動。語言環境，廣州、佛山、珠海、中山、江門粵語通行無障礙。4、政策福利匯總，交通優惠，65歲以上港澳居民可辦理本地長者乘車卡。景區優待，持港澳居民居住證享受景區門票優惠。稅費減免，珠海、江門對華僑購房有契稅減免政策。5、個性化選擇指南，預算充足加重視醫療，廣州、深圳；生態優先加港澳往來，珠海、中山；文化認同加性價比，佛山、江門；自然養生加最低成本，惠州、肇慶；區位折中加現代配套，東莞。極語，廣東大灣區9市各具特色，為港澳同海外華僑提供咗豐富嘅養老選擇。建議根據個人健康狀況、經濟實力、文化偏好同親屬分佈等因素，選擇最適合嘅養老目的地。無論係追求頂級醫療嘅廣州、濱海宜居嘅珠海，定係僑鄉文化濃厚嘅江門，總有一城市能夠滿足你嘅養老夢想。移居前宜實地考察，親身感受，作出最適合自己嘅選擇。如果覺得視頻對你有幫助，請點讚、訂閱、分享俾更多朋友。有任何問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我會盡力回覆。